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伫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咱就三角组织伫主的圣殿，咱用诗歌，咱用乐乐，咱用祈祷来亲近咱的主。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为着咱家己伫新的一年开始，甲上帝的关系，咱三角来祈祷，求主帮助咱伫未来的道路。会当甲主三角同行，不管咱是伫家庭生活中，也是伫工作的职场中，也是伫学校咧求学的时，也是伫任何所在，拢求主来帮助咱。无论咱旧年过了如何，咱靠着上帝应允甲话语，咱每一天拢有新的愿望。无论现今咱是啥物款的境遇，相信上帝的确来坚固你、帮助你，用伊的公义的手来扶持你。咱即时三角做伙来祈祷。我现在主耶稣，我们来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未来的主啊，我是在新年当中带领我们来拒绝这些乱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来坚固我们的心中，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未来的一天道路拢为你的亲爱的主，听阮的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因为你，阮无搁伫黑暗中来行，伫烦恼中是伫你的光明中来行来活。愿我的生命会当彰显你的真理，会当引带别人来归向你，来为你的性命来荣耀。主啊，赐予我力量、信心甲勇气，互我甲别人分享我对你的愿望。主啊，我们恳求今年，请你靠近遐个迷失的人、寂寞的人，啊，佮有伤心的人。主啊，也请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会当甲你愈来愈亲近。无论今年的前景如何，阮相信你是信实的，你的应允永袂离失阮。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互阮找到永远的愿望。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这是咱嘛来主的面前，咱为着咱的罪来认罪祈祷。
咱常常来犯罪，啊，毋过咱拢无抵抗。即时咱就咱的罪摆咧伫圣主的面前，求主的保护、压榨、洗清咱所有的罪。咱就咱的罪摆咧伫主的面前，咱三甲出声祈祷。我亲爱的耶稣，在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常常来犯罪，啊，毋过无抵抗，来得罪你。主啊，谢谢你，用来怜悯我，保护洗清阮所有的罪，让阮真做一个清心、无下罪人，啊，是你的前来请爸爸，你伫远远就知影阮心中的心思意念。阮知影阮是一个罪人，阮无法度靠家己的意志做一个完全的人。虽然阮有愿意的心，啊，毋过阮常常赢袂过肉体的情欲、眼前的情欲，也是今生的骄傲，致使阮常常伫罪恶中来受苦。阿爸，我知影阮深深来得罪你。阮嘛讨厌阮即摆的境遇，啊，毋过阮无法度家己来救阮家己，求主你来怜悯阮。主啊，阮愿意真做圣洁，归你为圣，做你的子民。现在阮的心来向你天开，求你用信心来灌压我，来充满阮，更新阮，使了圣洁的火烧尽我内面。一切无清洁的、无属于你的，互阮成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欢喜的，合你圣工所使用的。我们将阮的全人全心仰望伫主你的圣手，我们咱的来感谢阿乐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这是咱嘛献上咱的感谢，啊，祈祷伫主的面前。感谢主，伫未来日子来带领甲保守，也感谢主无限的恩典甲慈爱，赏赐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咱三甲出声来祈祷。感谢我们大家来传扬你奇妙的作为，谢谢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真的是有那么的点，真的是在你里面有你的光，求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喜乐盼望，真的是全然来依靠你，总不要常常感谢。主啊，要学落你，我要逐天来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我要传播你的救恩，来称颂你是至高的神，是独一的主宰。既然有喘气的，拢面咧伫你的面前来学乐，来欢呼，将荣耀归乎你，搁要来尊敬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掌管宇宙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宰。主啊，当阮学乐的时，一切对敌拢要伫捆绑，魔王的势力要伫震动，恶者的作为要完全被消除。主啊，要学乐你，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求你刷去阮生命中一切黑暗、一切惊吓，拍开属灵的目睭，互阮看见你是独一的真神。认捌你是生命唯一的救主，主啊，你的名是耶和华尼西，你是阮得胜的君王。我们宣告你要带领阮来得胜，赢过一切对敌的计谋甲谎言。主啊，要感谢你，互阮的人命持续来成长，有健康的身体，互阮有享受阮有新生命的平安，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来经历你是丰盛稳定的主。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嘛为着咱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帮助咱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咱兄弟姊妹会当搁较来认捌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帮助咱富强人拢有一粒较无真理的心，愿意来受造就，热心来传播主的福音。上次咱嘛为着教会牧师团队、长职、小组长，甲所有的同工有属灵的活命甲健康来祈祷。咱嘛为着教会大个家庭，也是病痛中的肢体，咱来祈祷，求主持续施恩伫福强教会。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在你面前，传献上来，传的告诉你的圣经。
主啊，你来引导我，福建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彼此兄姊妹过来明白你教主里面亲密的关系。主啊，为着教会兄弟来祈祷，主啊，你帮助所有福建人，一个看到是你的心，主啊，你就教会前面的讨论，主啊，靠你的心一定勇敢，互伊去服侍中，会当经过彼此，会当讨走上帝讲的道路，永远无衰败。主比里面天父，感谢你来看顾我，主啊嘛，感谢你，阮承认阮需要你的引导稳定，我要将教会中所有肢体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全然交托你的双手，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我们为着因来向你祈求，求你来怜悯看顾，你的双手就领导因的心上，互伊伫白天，也早日得到健康，为着因你亲自成做因的瓦壳，成做因的板材，主啊，要从福建教会全然交托拥有你的双手，伫今年新的一年中间，主啊，求你来赐福阮所有的事工，赐福阮手内所一切所做的，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圣名。阮的恳求，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相信咱嘛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今仔日咱有新年的种子就任甲团队甲小组长的就任式，求主来亲自来赐福因，加添因力量，互因来完成主你所摆咧伫面前的事工，拢会当一切顺遂。咱嘛为着今仔日夏牧师要所谓传讲的信息，咱来祈祷，求主的信心甲牧师三角地带，互伊所传讲的信息，拢互有得到造就。咱嘛为着所有会友会当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嘛献出咱的祈祷，咱为今仔日2场的礼拜来祈祷，三角出声来祈祷。同心合意的，伫因的中间，互因当彼此来做工，来完成主伊所交代的圣工，而且伫生活中不断学习，彼此相听，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成全，也互所有的种一同工，伫家己的工作，拢会当一中一手，会当互伊发挥伊家己的专长，主你小事的恩典，互因性命来彼此相助，来带领福建教会兄弟姊妹求互因真做各位兄弟姊妹的榜样，也求主赐了所有的中一同工有健康的身体、家庭甲事业，全呢从今仔日夏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交托伫主你的双手。求主你的信心甲夏牧师三角地带，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拢是对主以下来有满满的恩典、属天的祝福，也互福建教会所有的会友，通过牧师的讲道，会当性命、灵命得到造就，会当互重新来得到开力，伫新的一年来跑走主你的道路，永远无煞。主啊，用将今仔日2场的礼拜，全然交托伫主你的双手，求主你来带领引带，阮将一切荣耀归乎你，阮来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你是我心所的梦，你是我心所爱，你我生命中是有你，是我所爱我主。主，你是我心，你是我心所的，你是我心所的，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邀请兄弟姊妹，咱来使，咱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三角来敬拜上帝。
献给宝贵的器具，你丰富稳定的创造光我，互我器具内面充满大开朗，将家己献就当作活祭，做主献给宝贵的器具，你丰富稳定的创造光我，互我器具内面充满大开朗，也去享受我乐意我主，全心全心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风所彩的标号主照，我们也去享受来学乐你，也去享受我乐你我主，全心全心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彩的标号照。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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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去享受我乐你我主，全心全心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彩的标号照，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彩的标号照。哈利路亚！将这荣耀归予咱天顶的爸。主啊，我们要来专心感谢，专心学乐。主啊，我们来进入你的门，领受你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专心感谢，专心学乐，进入你的门，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纯的歌词。在你内面，拢无挂留喜乐满满，常常感谢，祈祷无双，恩望在你里。专心感谢，专心学乐，进入你的门，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纯的歌词。在你内面，拢无挂留喜乐满满，常
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听他你领到万岁，圣家感谢谢你圣会，催我救人下面催，上帝稳定皆大保庇，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可以就路面行，到为稳当的卡呀，上帝圣会变满天的，万本咱人是一家，欢喜今日耶稣圣会，大悲上帝三到杯，上帝圣会无论何遇，我可祈祷主的救，富贵贫贱无分彼处，天下只有一个主，万本主点天定成数，甘愿感谢受艰苦，只求你类我的是罪，因带情人热心会，诚实义理保护照顾，咱然好大家天路，地主脚步叹你来行，到为阮人立天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福分，互阮来认捌你，来接受你，真侪你的惊奇。伫2025年的第1个主日，阮恭敬围雷自集到伫上帝你的圣殿，而且来调见你，来向你感谢，也向你恳求，也用懊恼到伫你的面前，来见证上帝你无限的恩典甲祝福。主啊，时间亲像钱，一个去就无回。阮迎接新的一年，头前的脚步，阮人无气力通掌握。总是，阮确信大能的上帝，你是时间的主，你是活命的主，你是阮兄弟姊妹逐个人家庭，是阮教会的主。所以当阮伫头前的道路还咧超找的时阵，因阮确信跟对你，领受你的祝福，照你的教示来行，阮就要行伫稳当的道路，受祝福的道路，受恩典的道路，是到见证主的道路。所以阮恭敬伫遮自集，来同心敬拜，愿一切恶恼归伫主，也互阮今仔日要通过礼式来车派就任所有遮的长职、首长同工，愿你亲自恩典高抹伫这个盛会，互阮知影，奉你的名差遣是单单受恩典甲祝福的。阮感谢你的听，互阮同心自集，也愿你互阮的智慧满有上帝你的荣耀、圣神的引带，互阮明白你的话语，真做阮生命的规律。阮只是要学习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阮同心开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请坐。
请掀开启文第62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印。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你甲信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照逐人个毋通只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这是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伫天里的爸，阮感谢你。你是慈爱甲稳定的主，是永远听阮、看顾阮。阮为着过去的一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无论是困难也是欢喜，你拢陪伴阮一步一步行过，使阮有教业的快乐、平安甲稳定。阮的生命若无你的扶持，啥物拢做袂成。愿一切娱乐、感谢、荣耀拢归伫你。亲爱的主，阮也为着新的一冬，向你献上祈求。愿你放伫阮心内有一个更较深的渴慕，互阮爱读你的话语，会当更较明白圣经的真理。愿你帮助阮更较骨力来祈祷，坚持热心参加逐项的聚会，透过敬拜、团契、小组的生活，甲门徒训练的学习，互阮甲你的关系更加亲密，生命更加丰盛。今仔日也是富强教会重要的大日子，特别将新任的长老、执事团队的首长甲小组长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用你恩膏来充满因，互因伫服侍中更加委身，用你所想事的智慧甲能力，忠心完成你所托付所有的使命，也为着真情退休、暂时休困的同工献上祝福。愿你纪念因过去的着磨，使因新人得到休困甲更新，互因伫你的听内面得到更较侪丰盛的恩典。主啊，阮也为着教会目前所咧进行推动的事工，特别是50许年筹备的事工，交托伫你的身手，求你亲自来引带每一个事工的团队，互因有效率的计划甲执行，并且有创新的想法，互所有的事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名，带来更较侪人得到福音的恩典。主啊，你是施恩医治的主，也为着教会身体病痛、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你是全能的医治者，求你存你医治的圣手，享受身体得到医治健康，心灵得到安慰甲更新。愿你成做因的帮赞甲恩望，带来生命的改变甲重生。
最后，为了今仔日下礼拜来献上祈祷，求你赐福牧师的信息，互阮每一个人透过你的话语，得到新的一档开始的快乐甲启示。愿你赐福管压伫阮的内心，带来信心、平安甲喜乐。阮献上一切的娱乐、感恩、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恭敬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12节到15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约翰福音13章12节到15节，耶稣甲因洗脚了后，穿外衫，倒转去伊的座位，伊问因讲。恁敢有明白我对恁所做的？恁称呼我老师，嘛称呼我主。恁安尼称呼真对，因为我就是。我做主、做老师，拢甲恁洗脚，恁嘛着互相洗脚。我有留模样互恁，是要互恁通过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第二个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着磨做工一定袂落空。愿上帝祝福听他伊话的人，咱请圣乐队来献诗，献诗完，咱请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领袖的模样，福音的论性。
哈利路亚，感谢主，圣歌队带咱用诗歌来学乐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甲隔壁祝福一下，讲祝你新年快乐啊！实在时间过真紧吼，咱一年52礼拜，咱拢做伙伫上帝圣殿敬拜上帝，而且领受祝福，咱互相来关怀。互相来激励，看见上帝恩典伫咱中间。咱牙子福祥教会进入49年，7749。咱明年就是50啊，54年。49甲50有真深的意思，就是伫49年的时阵，咱是一个安息年，也是一个备万心要迎主主祝福的年。所以望咱大家。诚做富强人，大家做伙有份参与伫上帝的事奉圣工，咱的家庭、咱个人拢得到复兴。咱要用这圣经的话来三甲来勉励，三甲来学习，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伫这个中间，通经过新的一年，做伙领受水天顶来祝福。主啊，阮也要用你的话来三甲勉励，就是阮知影。面对新的一年的脚步，阮知影只有伫主的听的下面，阮伫仰望主的下面，伫主引带下面，阮就要在我壮大，看见上帝你的祝福。当阮将你的话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互阮逐个人讲甲听，边边受到启造，边边得到激励，边边得到启示。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咱首长就任式，也是中保大道初建的日，牧师用这个主题来甲咱三甲学习，就是两个小主题啦吼，是领袖的模样，甲福音的润性。这什么意思呢？咱小等下咱搁进一遍来学习。咱头前读的经节是约翰福音13章12、19、15节，咱只有用到其中的一段，就是12到15。事实这段故事，咱读圣经的拢知影，对1节开始是主耶稣来甲学生洗脚的故事。洗脚，这故事我简单描述一下，就是讲耶稣甲伊的学生做伙来食半过节的晚餐。讲食饭的时阵，耶稣对迄个座位起来，甲外衫脱去。咱知影犹太人伊穿一领外袍啦吼，像牧师咧穿大礼服安尼吼，安尼要做工作无方便，所以甲外衫脱起来，去摕一条迄个毛巾吼，一条巾仔绑腰，表示讲毋是咱亲像咱厝里咧洗个小毛巾啦吼，一般常用的毛巾嘛毋是浴巾，迄是古早人因无亲像现在的毛巾遐尔舒适，所以一条长布就对，绑伫腰呢，然后要甲学生洗骹，伊甲水倒伫迄个一个水盘内底，应该讲像咱现代人讲面桶安尼，甲学生洗骹，佮甲因的骹用伊的巾甲拭到清气安尼，来到彼得的面头前，这学生
可能会感觉讲惊一条，讲咱的先生是咧安尼做啥，嘛毋敢问，也毋敢应，就即个彼得人较安尼反应较紧啦也是讲伊较敢讲话，伊就甲主耶稣讲主啊，你敢是要甲我洗骹呢？伊讲有点仔质疑的意思。耶稣就应答讲：我所做的现在你毋知，日后你就知影。彼得一直坚持啦，我毋互你洗。你这特别故事有原因啦，这故事就是有伊的原因。是安那耶稣要甲因洗骹，伊毋互伊洗呢？但是耶稣甲讲一句话，讲：假使我若无洗你的骹，你就甲我无关系。你就变做一个普通的洗骹，变做足重要的这意思啊！我无甲你洗，你就甲我无关系。尼这大代志大条啊咧！所以彼得赶紧反喙讲：主啊！若安尼毋是我连我的骹，连我的身躯拢都爱洗的，对头甲手拢爱洗。耶稣甲应一句话讲：洗身躯的人，若身躯洗清气啊，就拢清气；若搁甲骹洗，就完全清气。但是伊知影迄个时阵，迄个犹大要甲卖伊啊，所以又讲一句话讲：毋是每一个人拢清气。尼意思毋只干那是洗身躯、洗骹，搁有一个较深的清气哦。迄个清气是内心的清气。即个故事就是引到遮，就是接落去咱所读的安尼所读的经节。这就是耶稣为着伊的门徒伫食看过节晚餐的时阵，为因洗骹，放落一个模范。兄弟姊妹，拄则咱有讲，是彼得的场伫遐安尼丢毒咧。耶稣做一定有伊的意思嘛，是伊会丢毒，因为即个毋是老师的工课，即个毋是老师的工课，嘛毋是做时代的工课，因为洗骹是犹太人款待来宾的礼数，但是是奴仆咧做的，平等的嘛无做，是下骹人咧做。先耶稣要做这样工课，因当地这是足习惯的。同埋咱台湾无迄个感觉，咱台湾有啦，有一个要烧香啦，若有人客来你会讲来上签拖互你穿啊咧有无？烫鞋摕签拖互我穿，大概是即个意思。但是古早伫迄种犹太人的社会都无签拖咧，逐个人是本来就是穿签拖无是穿签拖，无像咱现在鞋安尼，甲骹拢红密密啦。所以一个经过行路，也无像现在有点加啦。通常伫犹太人的厝若较周济，拢伫门口有放水，有放水。咱看见耶稣伫即个迄个迦纳的喜宴的中间有无？伊就是伫因的主人家的门口有几来暗光的水甲变做酒嘛，迄故事。所以一般若是人家厝无像现在有水龙头也无水池所以就用迄水由这个奴仆来甲人客甲洗骹，搁甲佚佗搭，安尼表示讲我对你就是一个有款待来宾上好的礼，拢是即个奴仆咧做的工课。但是主耶稣用即个因足了解的动作来做一个教示门徒仆人服侍的态度，仆人服侍的态度。兄弟姊妹，事实洗骹毋是困难的代志啦。我会记我囡仔时代大概有即款情形，因为阮船骹也无鞋人穿啦。我会记细汉搁烫只骹后袂走呢，因为土安尼用规双骹垃圾安尼。冬天要困双骹垃圾要去伫床顶。所以我会记是大人拢爱捧一桶水，大家拢坐伫椅仔顶，来骹装来，洗，然后打带迄个面桶钱甲佚佗搭，这阮细汉都有拄着。但是洗骹毋是难事啦，重要的是安怎态度，甲认真。耶稣要互因知影讲，即个服侍人的心智，迄个态度真重要。迄个认知真重要，所以因为即款态度，你才有气力继续
持续来服侍人，而且才有传福音的开力就对了，才有传福音开力。所以耶稣伫遮甲咱讲一个真清楚的道理：福音毋是用嘴讲的啦，听嘛毋是用嘴讲的啦，迄个态度是用行做出来，行做出来。啊，所以主耶稣世界的故事有包含着下罪甲洗清气的意思，所以耶稣才会因迄句话讲：恁是清气，但是无逐个人拢清气。耶稣通过世界来见证讲，若对我，恁若是外表要清气，恁的心性、恁的性命、恁的罪也要得到洗清，这是更较重要。这个世界的深意，所以主爱咱会当传换新生命得救赎的福音，是用世界的态度，是用关怀人的态度，是用怜悯人的态度，是用看人较大比我较高迄款的心意。所以耶稣才用这句话来甲因应答。主耶稣讲：我是恁的主老师，尚且为着恁替恁洗骹，恁也应该彼此洗骹。我为恁立了这个模样，我为恁立这个模样。意思耶稣讲，恁都爱对我做哈，爱安尼做哦，是爱恁照着我替恁做去做。学生对主耶稣这个洗骹，我和耶稣讲足侪话，无一定学生记得牢啦。但是洗骹绝对袂记尽，因为一个老师。甘愿谦卑压落，用水来甲学生洗骹。所以咱知影讲，后来教会拢有一个仪式，包括迄教宗啊，教宗嘛，拢定定咧教，伊才会用主教啊啥货，用迄个洗骹，伊用这个笛啊，洗笛的笛啊，3点水啊一字，光耀的耀的右边安尼笛主礼，啊，就证明讲。咱都爱定定纪念耶稣，因为耶稣讲：我做恁的模范，我做恁的样式，啊，请恁都爱对我安尼做。但是这位，我要用耶稣甲学生吹卡的故事，我要引进来讲。今仔日咱有长老、有执事、有首长，嘛有带导团队要就任。我会感觉，咱富强教会赢至49年，明年就要50周年。咱若要讲。富强教会有啥物特色呢？富强教会人听到，恁富强教会是圆也扁，人随讲出来是啥物？我知影讲上普遍人听到讲富强，讲哇，恁富国强哦，半咧学咯，其实嘛半咧安怎？半咧讲敢有影？安尼问我你有影无啊？富强这都毋是咱家己骄傲，咱这富强路、富强社区设的教会嘛。但是既然这个名互咱。你嘛袂使讲，管理啊凊彩啦，无照这个意思，无照这个名嘛毋好啊。但是我想更较重要的是，咱的教会有迄个足要紧的信仰文化。我感觉上要紧的就是领袖的模样，就是耶稣甲咱下落这个最悬的标杆，替人洗骹的精神。时间的关系，咱等下阁有足侪项的就任式牧师，安尼简单带过。咱爱建立富强人领袖的模样。我要讲的是讲，富强教会选派领袖有2个模式。到现今，咱49年来，咱有几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长老、执事、团契首长，因有任期，是由会友共同一票一票选出来。一票一票选出来，而且咱若要讲搁较有路是，咱逐年拢选一部分，因为叫做轮休。意思讲，咱家己先谦卑讲啊，无人咧做万年国大的就对啦，无人咧讲做落去都无落来啦，我就落来看嘛呢。落来毋是讲安尼我无代志啊，是要互你进修啦，要互你观察啦，要互你学习啦，要互你精炼搁较进步啦。这是咱富强教会照长老教会民主选举的制度用选举，有任期，为4年、为2年、为1年安尼。
啊，第二款是咱教会吼，真重要选派人才的方式，因为非常的激动，非常有弹性，就是征召选派、征调车派。咱的区长、咱的小组长、咱的侍奉团队的首长，是由小会来精选适合有属灵恩赐的组织的同工。啊，经过恳谈，经过邀请，伊欢喜，然后讲你做落去吼，啊，就是无任期的哦，吼，无任期的，吼。啊，这是咱教会，毋是讲独一无二啦，总是咱是伫长老教会制度中，感觉讲哇，啊，这个选举咱袂当讲完全交允来服侍啊，哪到会当增加？这牧养的人才，就是区长、小组长，若会当有这款专业、有知识、啊有智慧、有能力，而且一心要服侍，咱加征调，你欢喜。所以，若要讲富强教会，你若有心要服侍，你若欢喜服侍，无人咧讲找无为人服侍啊。我会记得咱台湾有个教会啊，嘛有真趣味啊，因为有个教会差不多真百个吼。啊，长老执事都迄几个，啊，听讲有诶吼，足想讲哇，我空有这么多能力，安尼啊无选着，实在足无彩。啊，一间教会拢毋捌报，拢毋选我，安尼，啊，伊就干脆去别间教会啦，吼。啊，讲安尼就互选着，安尼吼。安尼嘛是好啦，就是讲咱选中职就是无法度人由牧师也是啥物人控制，是一个亲像自由会友诶选择安尼吼，会友诶选择。啊，咱看见咱富强教会这领袖是这两个方式来选出来，啊，咱真感谢主，因为咱设教到今49年，咱会当讲，咱真多前辈属灵的领袖，因建立了一个属灵的模样，是啥物？牧师简单讲，同心合一，谦卑顺服。因阁尽心尽力地服侍，这是咱49年来上宝贵的资产。咱拢无感觉哦，咱活伫这个中间，咱无感觉。迄同心合意是偌困难，你敢知？咱要听起啊，无论是电视剧也好啦，还是人咧讲讲，哎呀，做人好难哦，对不对？做人好容不容易？无简单啦，哇！啊，咱教会是一个志工服侍的团队啦，吼，我也无用钱甲你绑条咧，吼，我嘛无亲像军队，我是中官，我会当甲你命令要当就当，使就使，安尼要安怎？一切拢是榜样，一切拢是模范，因为无人一定要听你，但是因为看到你这款无私的服侍，看到你同心合意，所以我愿意领受你的呼召，领受甲做你同工。进入到富强教会，第一个坎站就是讲，先甲你的社会地位、社会的势力、社会的名望拢甲扛落来，到伫上帝面前学习耶稣基督罗卜的款式，服侍罗卜的款式，罗卜服侍的款式。伫西方，咱知影迄个教宗吼，因的宗教教宗是真关键啦吼。有一段时间吼，当地欧洲的国王，伊若要去受封做王吼，拢爱较教宗面前。这王吼是安尼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因一定要先跪落去，跪落伫迄个教宗的头前，啊，然后谦卑前讲，我是有罪的人，啊，我要来领导这个国家，啊，请上帝来差派我，啊，然后才由这个教宗来甲伊安尼换手就对啦吼，来甲换手的意思。啊，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讲咱富强教会这款的文化实在是，逐代人拢都爱军队甲遵守的。我用一个上小的例啦吼，咱每一个主日礼拜，咱现在啦礼拜等下煞，啊，大家就去食咖啡啦，去食饭啦吼，啊，快快乐乐再会。但是咱的财务部
有足多位的长老执事，拢伫5楼的一间小房间开始来计算这个奉献，算这个钱。啊，若较大日吼，较大主日，咱比如月初，像今仔日月初，奉献的量加足多，也是有特别的主日，因吼有时无用到2、3点，中昼有时袂赴食。无算已经足多摆，我讲，若用咱教会规模吼，请一位专业的会计吼，嘛是足应该。但是咱这中日讲，袂要紧，毋免，咱大家做伙来同工真好。啊，这我是讲用这个例来看见，咱福强教会这中日大家人无私的奉献，欢喜伫大家工位，咱的圣歌队，咱的敬拜团。啊，咱的小组是真侪同工，拢是用足侪时间，咱看袂到的，迄个时间在锻炼，伫迄个所在在准备。啊，咱伫即个点外钟的礼拜，甲平常一礼拜来准备的，放伫遮，是为了要感谢上帝的呼召，也是要互政府有知影讲，阮安尼做，请你也对我安尼做，毋是干那我服侍，你嘛爱出来服侍。啊，这是咱教会真要紧的一个文化。所以兄弟姊妹，我要讲这个文化，也要讲会当讲足多啦。咱50周年吼，准备要出一个纪念集吼，内面写的拢是这。啊，咱一代一代到49年，上无较明显的用中级的阶段来讲，也是用牧师服侍到那个已经4代到5代啊。啊，当进入到50年。咱教会应该用对这个方向，倒一个方向来拍拼呢？我家取名叫做强化富强的福音润性。啊，这润性这2字，咱可能伫电视捌听过吼。佮另外一个特有名词叫做迎接形成的关键的拐点。哇，这拐点咱嘛足少听吼。啊，这是牧师感觉用这个较特殊的名，互咱较印象较深啦吼。毋是有特别什么意思？是安怎讲呢？咱迎至50几年教会福音的形成的拐点，第一，咱来思考最近定定咱的国家、咱的政府单位拢会讲一句话，讲咱的国家甲政府爱有韧性。韧性，什么叫韧性呢？比如讲有民主的韧性，啊，咱的民主哦，毋通因为某每一寡波动啊，就怎放弃啊？咱的经济的韧性。袂使因为股市的波动，也是景气的变化，啊，就规个经济拢放弃。有的国家是变做破产，你敢知？较早啊，伫迄个冰岛吼，即个国家破产呢，迄个斯里兰卡嘛破产，啊，希腊嘛差点破产，就是讲国家经营无落去啊，无钱啊，啊，所以叫做经济韧性。咱听这韧就知影讲足准的，咱台湾哦，上会当。譬如迄个润就是吼，迄藤啊，藤条有无？迄藤条吼，较安那拗咯，啊那足润的。啊，所以咱较早做着藤椅啊。啊，咱嘛有一种是咱的竹啊，竹吼，迄竹吼，较那较弯吼，伊拢袂长，迄叫做润性。啊，事实即个引申到各行各业拢需要润性啦。迄个润性的装备甲建造是一个团体，也是一个单位，一个结构上重要的。啊，这简单讲哦，这是伫个网络的解释，伊讲韧性吼 ，resilience， 意思讲恢复力。伊的解释是讲回应变化，来追求新的稳定的状态的能力，啊，保持会当平衡的能力。啊，无论是 response， 还是讲 sustains， 拢是迄款。啊，都亲像咱的101吼，顶面有一粒迄个球啊，迄是粒球啊，要地动的时阵吼，伊赶紧。敲一个位啊，互你的迄个大楼袂安尼啊，迄阵风塌的时阵，讲摇来摇去，啊，迄个大粒的一粒铁球，会当甲你平衡的。事实，一个国家也是需要安尼。咱进前的台湾吼，第一讲到的韧性是啥物？叫做电网韧性，有无？电网啦，咱台湾伫92进前哦，捌发生一个全台湾大停电，有无？啊，所以政府就开始讲，哇，安尼迄会得，啊，一个电塔倒落，啊，规个南部，也是规片的地区拢无当停电，这哪会使啊？啊，所以政府就开始改造，即个倒落去，还是即个去互什么天然灾害损坏，
干那即角位啊就好，别位拢无影响。昨牧师拄看到一个电视报道啦，伊讲咱台北吼，台北有足侪所在吼，甲迄变电所乌入去到涂骹底，几啊十公尺，是比高铁、比地铁搁较深的所在。爱甲所有的变电的物件拢放入去是地下室，因为安尼较袂有迄款电磁波啦吼，互百姓较袂反抗啦。毋过伊较重要就是讲，伊经过改造了后。因有法通控制讲，倒位所在发生灾害，迄无法通避免嘛。然后迄位控制掉的，随时别个所在通电拢袂影响到，迄叫做韧性，迄电网的韧性安尼。所以有人家称呼讲，这韧性城市是啥物意思？就是一个城市较面对着袂当确定的冲击，像天灾、水灾、社会经济退化，甚至拄着恐怖攻击。能源危机，伊的即个容受力甲恢复力安尼，咱台湾吼最近有几个城市吼，风台一个来，无偌久，一个都市拢恢复啊。咱高雄进前不是发生一个山土河台风吗？哇，规大地树扫了了啦，讲过无2天人恢复啊。比较伫吼40多年前有一个。莫啦，毋是，是一个迄个叫啥？一个大风台吹过来高雄吼，规个海港拢倒了了。迄阵牧师拄咧新学生吼，塞诺嘛，哇，迄经过1、2个月还袂好。譬如这就是讲伊的韧性，你随时应付这困难的能力。我要讲这容受力啦，恢复力，这是一个名词的解释，牧师就跳过。我要。来招咱兄弟姊妹，大家敢要迎至50周年，咱来强化富强教会福音的韧性。这韧性就是讲，咱的门徒的装备有够深无？咱的领袖的传承，咱有长老、有执事、有事奉团队、有这个带导团队，伊的接续会足顺序无？伊讲哇，变放空赢，咱要安怎？无即个就袂使，安尼要安怎？咱的教会若无有即款韧性，安尼咱要迎至50周年，咱就感觉讲，搁等吼，因为感觉讲准备还无够呢。所以咱会使讲，教会2大重点就是装备门徒，互伊大长做大长树迄种意思。咱教会较早。有一套门徒教材吼，讲是对幼苗搁成长，到最后成做大树啦。所以装备门徒成做大树，这是咱福强教会足要紧的教。意思简单讲就是人才栽培，若无人才吼，拢一切免讲。牧师的厝吼有搭一张这张图，这张图吼伊家。内底有三丛树，叫做三姐妹吼，讲是台湾弄着月娘的树啦。台湾上悬的树70公尺，70公尺什么概念呢？70公尺吼，就是咱咧走100公尺有无吼？你看偌长，爱伊踩得起来70，这是台湾山啦吼，台湾山悬70公尺。这张图是当时咱台湾一个环保单位吼，伊请外国的专家来翕的，伊叫做等身啦。因那阵你若用手机，还是用手机还是用迄个翕相机，咱有咧翕相拢知影。你徛伫遮翕吼，迄尾就小去下骹足长，对毋对？伊迄是一节拢平大翕的相。这张图吼，牧师吼。厝里有一张准备要甲伊加4字啦吼，就是叫做装备门徒，真做大树。你看伊这树骹遐大遐粗，叫做台湾山啦吼，就是伫七兰山的内底3姊妹，对遮个爱树的遮个人士台湾四国去找，遐尼说70公尺，什么概念？概念咱已经有淡仔印象，但是咱想讲台湾是地动风台。土质搁软，
竟然一丛树会当大到70公尺。所以遐尼实话，确实，咱的富强教会要感觉真臃肿，就是做一人受起做，亲像车兰山的这三姊妹安尼，徛了伫地土地，足勇，毋惊风台，毋惊地动，毋惊风台地变安尼。我顶日有看一篇文章，就是汤明庄牧师的文章，讲甲无可能化作可能。是咱牧师会安尼传的，我有感觉讲，哇，这个牧师吼真正是老道。咱足侪资深退休的牧师吼，甲台湾教会看啊足透就对啦。吼，逐项拢看得周全。毋过这篇文章足长，牧师无用通讲。我只甲讲伊甲咱讲起的，咱目前长老教会拄着的问题，是真严重的问题哦。因为第一，看起长老教会近10年来真严重老化，就是年纪大的会友，少年的无入来。第二，佫有断层。第三，对中级的断层，看起台湾教会未来的稳优就对啦吼。第四是短暂中佫较可怕的现象是，教会无法度甲青年人留落来。青年人对教会目前这款住的方式、这款款待方式，因袂合，因为伫外面是3C 的世界，外面是迄个 AI 的世界，外面是各种无共款的文化，入来遮。入来教会亲像伫咧看古董诶，袂合。这要安怎？是因毋对，还是咱毋对？毋知啊。你若讲像一间店要做生意，人毋甲你买，你讲你毋捌报，你毋捌报就搁在你花，人毋甲你买，你要安怎？你想讲我要想办法，互伊爱买我诶物件。这是咱目前长老教会，包括咱富强教会，拢爱面对的。搁第五。讲教会陷入伫真冷漠，冷漠啦，真冷漠无啥热情，无听。就是讲大家来遮安尼，像咱台湾社会安尼，一间大楼厝边头尾也无咧相借问你的代志，我的代志，隔壁有人已经困去几10日啊，毋无人知啦。富强教会，大家有口甜脸甜心甜无？毋是口号啊。就是大家爱欢喜安尼做，但是一般听讲即摆教会会发生这个状况。所以这个老牧师已经80几岁啊，伊真目睭足赖啦。真有敢讲，像咱讲老先知安尼看得出台湾教会，但是看罔看，你若无来无来改变，你无效咧。所以讲，互咱来挽救这个老化甲断层，这是咱会努力。讲这第一个韧性是遮，所以咱50周年咱实在毋是为着讲明年的8月第2主日，咱来庆祝老热节的，毋是，咱对旧年就开始敲碎，免互咱富强教会真正，人讲会值得庆祝50年的迄个身份就对啦。无空白讲上帝50年无啥物礼物通献互主。第二个韧性是讲传福音的动力有强化甲深入，咱要继续装备咱富强人传福音的热诚，甚至咱爱用尽办法入去到社区，真做见证。第三，咱来建立突破困难的勇气。咱讲韧性就是拄则咱讲的，有拄着有诶无诶灾难、天灾地变、困难，迄是咱袂当避免的。问题是讲你安怎克服就对啦。有人讲诶夜免事罢的无啦。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讲成功的人毋是伊无困难，是伊有开力通解决困难。就是安尼。富强教会无法度人讲，咱未来下日逐日拢是天下太平、风和日丽。但是当困难来的时，有一群人讲来好啊！来，大家做来拍拼，甲伊克服、超越、突破、解决。这有一个小故事，但是牧师无用人讲伤详细阿根廷一个新总统叫做米莱，伊才就任一冬尔，去年12月就任，大概甲咱的热情地要差不多，这是年尾一个年头。伊伫一冬内这个总统人家或者讲是电锯狂人。
伊讲想啊，这总统是咧做演员是后尾来比电锯狂人。伊咧参加选举的时候，举一支咱咧电动的，迄像咧固球啊，迄种大鼓啊，啊，伫遐咧电视讲，咱吼阿根廷吼，若无砍掉重练吼，就要亡国啊，就对啦。因为这阿根廷吼，伫战后的时阵啊，伫战争二次大战的时阵哦，是全世界前几名经济足好的国家咧。啊，毋足奇怪，后摆吼，互遐领导者、总统舞甲吼，迄是外在吼。毋知行袂起啊，就对啦。所以咱即阵捌阿根廷，就知影讲阿根廷足够踢骹球啊。剩诶拢，因较早是迄个牛肉吼，啊个小麦出产足强诶。啊，所以即个总统吼，伊讲伊要叫做休克疗法，就是讲即个若无大球吼，啊若无送家互北方都袂救一啦。啊，即个总统伊做改革吼，就是讲伊有法度人伫迄个伊诶党哦。是因迄国家的少数呢，吼，伊就无像咱台湾，咱即马执政党嘛是少数，啊舞甲真头壳疼对毋对？因吼搁较少数，但是伊就敢舞就对啦。啊，因安怎改革呢？即个总统看到也无像总统，穿衫吼，你看即个狂人安尼穿头毛安尼吼，啊伊就举一支鼓啊吼，伫遐讲我要来甲改革安尼，伊安怎改革呢？啊，简单讲，伊讲伊一年改革无够一年吼。通膨膨胀原来是211，这毋知啥物概念，我毋知啦。就通膨211，降啊到剩2.7，严重赤字就是逐年拢红字啦，变到现在开始讲有盈余，这是123年前因有盈余到即阵拢是赤字，啊，遐债务毋知要哪行，咱都毋知吼。啊，中央部会对22个减到8个啦，猜测。20%，5万的公务人员，我想这总统伊权力毋知安尼，可能是遮百姓吼，艰苦啊已经挡袂牢啊，讲好啦，你若要医，互你医啦，骨在你啦，啊，所以互即个总统真正该，啊，当然有人讲啊，你一当尔歹讲啦，吼，毋过咱看去伊改革的规律，啊，所以因的国营事业、大项事业拢完全私有化，因为吼食公家饭吼，啊吃大桶饭拢无效。拢大家拢伫遐做米糖，兄弟姊妹，有改革的魄力，这也是咱福阳教会面对挑战。第二，定的规则、目标甲记录是要互你突破的。另外一个小故事是讲，纽西兰一个50多年前有一个老人哦，叫做伯特蒙罗，伊一生上大的志愿就是讲，伊要骑一只乌多摆，伫美国的迄盐滩，就是美国吼，伫迄个沙漠的所在有一个盐滩足平的所在，伊要骑迄台车来突破纪录。伊阵60几岁啊，身体阁破病哦，伊讲我有即个志愿，想要甲突破，啊，伊就真正甲伊只重机啊，伊经过咱知影伫算重机的人，伊足够改造吼，改良就对啦，啊，甲迄机器啊改造安尼，啊。后来拍做电影，叫做2005年，叫做《超速先生》吼。啊，即只重机吼是电影翕的，伊叫做 Indian Scout， 就是讲有算重机的人可能捌听过一个讲是印第安号。即只重机吼是足出名伫重机界吼。啊，这是当时伊骑的即只重机安尼。啊，这是伊改造哦，甲规个壳拢拆去，搁重来吼改造。这62岁问，这个伯特蒙罗伊坚持一生要为了去梦想，就是要拍破地面上哦，毋是飞机，就是骑车会当冲破这个纪录。伫大人的执意的眼光，伊对着这只古董的印第安号，对纽西兰到美国参加竞速的比赛。伫1967年，伯特蒙罗以954cc 的排气量，改装迄个古典重机叫做 Indian Scout。走出时速305公里，吼，就是地面上我通冲305公里。啊，这个老人吼，伊一生的目标就是讲，我要突破。啊，当然，这个故事是足特殊。牧师分享这个是要互咱知影讲，有真侪困难吼，是你的意志、你的信心，甲对上帝来的开力。兄弟姊妹，咱福阳教会营子49年，牧师家称吼。咱是营子形成关键的一个拐点，
啊，拐点这嘛是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讲，迄是几何数学名词，就是拐点也是黄曲线。啊，这个吼，牧师说法足饭桶的啦，嘛无了解什么意思。但是你看张图你就知，拐点就是讲这个曲线啊，到一个所在，原来是加变悬的起来。啊，这个拐点，伫咱廿至50周年，兄弟姊妹，我真盼望，今日新就任的同工，以及咱所有的侍奉同工，咱大家欢喜讲，是富强教会这个拐点是要往顶悬起哩，像股票安尼，毋是落落去，是起来。啊，这个拐点关键点，咱富强教会是要继续兴盛茁壮，还是要由盛而衰，后继无力？咱毋通想讲，这个无可能。真侪教会有一站非常的兴旺，互人足欣羡，但是无偌久，静悄悄，无人捌伊啊。啊，这个毋若是牧师的责任，嘛是长老执事的责任。咱大家有这个意志力，知影讲，我拢有份参与伫遮。最后，牧师用保罗温群劝勉的话，甲咱分享讲，保罗讲，所谓亲爱的兄弟姊妹啊。你来徛在，毋通动摇。第二，毋通嫌劳苦为主来做工。第三，因为在恁为主着活的，毋是突然的。咱用白话字来读一遍吼，咱做伙做声来读预备来。所以，着徛在，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在恁为主着活做工，一定袂空空。是啦，保罗因真知影，伫哥林多迄个教会所拄着的真侪挑战甲困难，无咧平平无代志啊，平安无代志，毋是天下太平的代志，真侪困难。但是伊讲着徛在就是安尼，亲像迄三姊妹安尼吼，迄树顶伫遐，毋知几百冬啦，毋通动摇，尽力为主做工，因为在恁着活为主袂空空，因为咱知影迄个应允。甲成就，互伊大长结果子的，就是咱的上帝。用这个来教咱新就任的同工三甲勉励，也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行至50周年来三甲勉励。有领袖的模样，咱阁有福音的润性。咱来祈祷，然后准备要请长老、执事这个团队的同工要来就任式，咱参加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阮。用感恩的心，感谢你，互阮伫富强教会做伙成长。有的是创立的时阵就是伫遮，有的可能就是去年才加入富强教会。总是主啊，阮做有份伫富强教会，要互伊有特色，要互伊互上帝所欢喜，毋是看伊的名，也是看伊的地点，也是看伊的礼拜堂，是看伫内面的人。有真正照主的教示来行，有亲像主耶稣所教示的，为人来洗脚的仆人的心志。有迄个保罗先生的勉励，有徛在无动摇，殷勤为主做工。爸上帝啊，这是阮的祈祷，也是阮对你的恳求，求你来成就，互阮遮个要就任的同工。继续，阮富强教会属灵前辈，因安怎看到这个属灵的模样，互阮富强教会一直有这个韧性，来面对所有的挑战，特别是台湾的教会老化，最的困难在突天的时阵，互富强教会真侪一个美好改变的开力。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下面有3、4项的就任车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咱就照这个顺序哈。头一个，咱就是有2位长老新选的长老，高仁清长老、谢成长老要来就任。伫咧吟诗的中间就徛在头前。第2部分是咱的廖秋平执事甲姜淑文执事要来就任执事，因为另外一位张子兰执事因为有出国，已经定落所以袂当伫这中间，咱后抓来甲就任。第3部分是要，咱有两个团队首长，就是敬拜赞美服侍团队的谢成友长老要担任，个保罗牧区路德小组的
原来惠兰小组的小组长陈云平姊妹，陈云平姊妹平常时拢是第2场咧礼拜，毋知今日有来无？好，有来吼，就安尼好，安尼咱就会当真顺序吼。伫遮咱了这3项就任式了后，咱才为着咱中部大岛的就任，所以时间安尼爱真有效率就对啦吼。咱的吟诗，咱要来吟圣诗445首，咱要吟30就好，135。伫吟诗刷以前，咱请咱的成友长老林清长老到日头前，咱要做来誓约。下所显会交最多，能拿登起来观过，丢了结婚结铃铛，我主有婚家路。第3站。教主改变家家己，传给大世小心会，家为当心上不去。第5站，救主因错帮赞因，后因家己高敬心，心中教个主有分，先会见过的日心。感谢主我有将这就任书个例文拢印伫放伫这个投影片所以牧师就照这投影片来念吼咱也互会友知影讲牧师咧宣告的是甚物内容2位长老也当通过这个来明白吼。我来指吼，长老受这个，特别咱要设立2位长老，谢成友长老、高林清长老，这帖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组织要设立。谢成友、高林清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3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长老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3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东会、副中会、总会、多无教会发展。这阵要请2位长老来应答我所问恁的，恁若有同意就应有，安尼就会使。第一，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无？感谢主。第二，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经告白无？第三，恁欢喜做富强同会的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伫上帝。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无？感谢主。这个第5项，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无？未，感谢主。下面是咱会友的誓约，咱爱用大声应答来表示恁所选出来长老是恁欢喜同心合意。所以要请会员也是所有会友拢起立好无？大声来回答我所问的各位会友、会员兄弟姊妹，恁已经经谢成友、高林清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落因无？因照法度伫你教会，恁就欢喜承受来顺叹。恁约要安尼行无？恁就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就帮助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约要安尼行无？
第四，关系保持教会特殊，若彼此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感谢主，即时牧师召咱来为着两位就任的长老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你有差派谢先有长老、高林清长老，正做新任4年服侍的长老。主感谢你，因过去伫富强教会是资深热心服侍主的同工，但因经过休困，佮重新就任，是看见上帝互因力上加力，运上加运。主你赏赐因智慧，赏赐因健康，赏赐因伫工作事业有大大的成就佮发展。特别互因伫教会服侍，上帝你使用因的运势，你用油抹因，互因看见上帝你的同在，所做有真侪兄弟姊妹欢喜配合，欢喜支持，也互因哪做哪甘甜，哪做哪有亏力。愿上帝亲自赐福因伫过来适当的服侍，因毋若是伫家己专业的服侍，也伫各方面要栽培、要领导，求主你亲自赐因即款的亏力。愿大家要欢喜，继续为着因来祈祷，伫守望的中间，看见上帝使用因来成就教会，要迎至50几年重要的圣工。伫你面前，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请议员徛地，牧师来做宣告。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富强同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圣神设立恁做长老，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出自尊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就要得到未败坏的免流。感谢主，咱大家请坐。这时我要请两位向后转，好无？吼，咱请牧师团甲现任的长老，咱来握手，而且来请谢牧师将这个证书来分予因。咱请长老来头前，顺早请同工准备来翕相，翕张相。感谢主，咱两位新长老拢是真资深，嘛是真有经验相信因来接任会当，互教会事工真顺遂来进行。下面咱随时要来进行执事的就任，咱有两位执事要来就任，另外这个自然知识因为去日本啦咱后礼拜来改补就任，咱就要请伫咧吟诗咱这个444首一条新圣诗，毋过歌词真水。我要请咱的这个圣歌队斗唱唱这首诗歌，咱唱1节到20节就好。唱了后，伫两位执事来到头前来做誓约咱来吟444首，祝你吊命何等清楚。祝你吊命何等清楚，万万祝心听。改变情景，能将
咱今2节即时要来进行执事的就任。2位是咱廖秋平执事，伊轮休了续任；第2位是景色文执事，是新任。2位要来主面前来誓约。这是我来做宣布。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自己要设立廖秋平、景色文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敬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这时要请2位来应答我。第一，当恁要领受执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啊无？恁愿意做富强教会的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啊无？感谢主。第3，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出发，恁要安尼行啊无？恁肯幸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感谢主。这时，因为我要请会友做起立来誓约。各位会友兄弟，恁已经竞选廖秋平、景色文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心欢喜接来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就敬重因、听从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相的说法，唔通四过不容，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感谢主，咱只是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竞选年轻、有知识、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恩赐2位执事，要就任成做新一任服侍主的同工。阮感谢你，因伫家己的职场，也是伫家己的工作顶面，拢有真水、真好的表现。而且伫教会也一直成做阮好同工，无论是有执事的身份，也是无，因拢是尽忠伫主。当入来伫中执的团队，阮确信你要使用因，互因搁较大的发挥圣神高抹伫因的身上，特别互因伫工作、生活、健康、家庭，上帝你亲自来固守，亲自来保护，互因专心一意，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服侍主哪甘知？服侍主哪有亏力？奉你的名来祝福因，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咱当即时要来做宣告吼。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富强同会执事，所通知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就存清洁的良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阿免。这时，咱大家请坐，甲因泡泡啊，请会向后转好无？请泡泡啊，好，欢迎。这时咱有请牧师团甲长老来甲因握手，一个证书，然后来翕相，好，多谢。咱阁有2位吼，咱新的首长要来就任，头一位是咱的这个敬拜赞美服侍团队团长谢成佑长老，阁保罗牧区的罗德小组，原来是惠兰小组改名，小组长陈林平小组长，咱任第3节吼，圣诗的第3节，了后咱来头前来做誓约吼，咱来做誓约，咱请2位伫吟诗中间1节就来吼，咱请圣乐队来斗唱吼。来，请等于原来迄个诗歌。愿心更好行动。
学会，康康国父出名，万万不可惜从，家康主文显露。第一集了，这集就好哈，咱第四集要来唱为着咱这个中保大道吼。好，咱请跳到迄个干部就任好。我来字吼，咱两位，一位是谢先长老要担任敬拜团队、赞美团队的新团长；第二位是陈林平小组长，伊要担任罗德小组的小组长，是保罗牧区吼。原来是惠兰小组来改名，伊担任小组长。即时要来请恁来示约。谢先长老，你要担任敬拜赞美服侍团队团长；陈文平姊妹，你要担任保罗牧区罗德小组的小组长。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调明啊无？感谢主。恁要领受所交托的职，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感谢主。即时我来做祈祷甲宣告。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小会官兵设立，谢先长老诚侪敬拜赞美服侍团队团长，陈文平姊妹担任保罗牧区罗德小组的小组长，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尽力做主的工来归荣光于上帝。阿免，感谢主，咱请向后转，咱就无搁有接纳的动作，咱请谢牧师来将咱这个任命书交互因。真欢喜哦！咱今仔日真闹热闹吼，咱过来吼，就是要来请大道团队吼，这个中保大道团队，伫咱任第40的时阵，拢出来做车派吼。咱所有第一场礼拜有参与伫今年第51期的这个中保大道，请来甲头前，咱来任第4站吼，第4站，这时光啊短啊吼，咱检查咱第4站。请来，祝你交代万所着做，无论单独做伙，你天刚天福以上万无听也把良梦，世界最关无患，救赎功劳完全。咱个跳第一站。第一站，咱来验第一站。琉璃吊冰河点，清澈灯万主心听你，叫你的未来我来信，明别你最万物主宰，到你去顾我心。袂伫下倒失败。真感谢主，咱看见这阵伫主面前欢喜，志愿伫过来的4个月，伫4个月中间每一礼拜至少有1点钟到伫密房，到伫祈祷室来做守望的祈祷。愿主受阮祝福，互因无受阻挡，无受困难。而且伫咧大道中间充满着上帝所予因的气力。咱兄弟姊妹也为着这个团队来大道。即时咱请金幕也是你所起的纸吼，咱做伙坐声，当讲我的时阵，你念你家己的名，煞接来读吼，来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差派，学甲差派，忠诚委身伫教会中保大道事工。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第三，
有关伫大道式各项，我愿意逐人，看上帝甲我伫地，也随听我的祈祷。阿免。感谢主，这是咱来为着因来祈祷祝福。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富强教会有这个美好属灵的传统以及产业，就是阮已经进行50期的中保大道事工，无中断。有一阵大道勇士伫无同的时间，伫祈祷室，奉主的名来祈祷，来守望。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教会，也为着写大道卡的兄弟献上祈祷。主啊，毋是阮比人较有气力，毋是阮比人较敖，是因阮谦卑知影，祈祷是上帝你互阮上好的武器，要赶出一切的挑战、困难，也领受主的医治。主啊，阮济济的见证人，伫遮见证祈祷所带来的改变，我也继续持守着这个美好的传统。伫过来4个月，愿你保守阮遮的服侍同工，因出入来到伫教会祈祷室，因无受阻挡，无受杂事所影响，会当专心伫你的面前谦卑献上祈祷。愿你应允因伫主面前的祈祷，也互阮看见祈祷的新日，侪侪互阮看见。上帝，你是应允的主，你是恩典的主，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愿奉你名祝福每一位同工，向你智慧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请向后站好无？咱翕张相，咱甲因拍拍一下好无？好来，翕相来做纪念吼。好来，特别我要做报告讲，这期的中保大道吼，咱这个基点牧区吼，有7、8位的社青加入伫这个团队内底吼。咱遮基点的举手一个，有基点、指点，吼，一个代表2个，吼，咱甲因拍拍鼓励好无？好，真好，真好，好，好，翕好啊哈，好，先回座，先回座。伫咱要来奉献进前，牧师搁做一个小小的报告甲说明啦吼，就是咱遮个就任的同工，我也要特别多谢咱下任的同工，就是咱有2位长老。咱的陈满足长老甲王卫平长老，咱甲伊拍拍多谢因4年的服侍，吼，来魏鹏长老伫后壁，吼，甲勉强长老，阁有4位执事啦，我念因的名，可能有诶无伫现场，吼，就是王俊任执事、黄俊君执事、卢淑文执事、甲胡泽龙执事，可能名单无伫遮，吼，咱甲伊拍拍鼓励好无？谢谢。咱嘛真多谢吼。敬拜赞美服侍团队吼，服侍足侪当，咱的刘冠定执事也有伫咱中间，咱甲伊多谢拍拍鼓励。另外，咱原来的惠兰小组长叫做林惠兰小组长，伊可能拢第2场礼拜，咱伫第1场再来甲伊说多谢吼。另外，有哦，林惠兰伫遮，好来拍拍多谢一下。咱惠兰小组长吼。伊本身是迄个设计专业吼，装修啦吼，非常的有温数吼。伊想讲服侍一段，要互少年的出来服侍，伊休困一下安尼。我相信上帝要继续用伊来温数来继续伫别个所在来服侍。另外做一个报告，看周报内底有写，我念过就好吼。就是咱原来基甸牧区的基粉小组。基粉小组圣经的名啦吼，咱即马改名做基利心小组，有关是咱的燕婷小组长拄则举手，伫咱头前举手这位吼，咱基顺小组改名做基底士小组，咱的小组长咱的张志奇执事吼，虽然小组长无换，但是因的改名表示讲。因做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资金吼，因所点改组啦吼，内面的团员组员，大家彼此有一个无共款的组织，望有一个今年2025年新的开始吼。咱也甲因2位小组长鼓励拍拍一下好无？过来咱感谢吼，就是咱2025年的小会中级的组织车牌啦吼。咱无时间只甲来介绍3位代表吼。就是咱的第2长老是咱的栗志强长老，来志强长老，
啊，咱的小会书记，咱的荣泰长老拄来伫遮，咱拍拍鼓励一下吼。咱的中执会书记是咱的叶山林执事。好，啊，因为其他的名单哦，咱会周报，还是讲咱会手就拢会看到，无事就无爱了时，我要一个短短时间吼。咱的万族长老毋是干那退任尔，伊是进庭退休，70岁进庭退休，意思讲吼，伊啊身体阁足勇，啊，毋过咱照宪法就袂使阁选伊，啊，所以我要请伊讲几句话来勉励咱少年辈，来，咱请万族长老来。咱的万族长老吼，服侍执事7档吼，啊长老16档，拢总23年吼。咱请伊讲几句话来，甲咱勉励，多谢。大家平安，平安，新年快乐！耶稣听你。牧师讲几句话吼，我想毋是几句话啦，徛起来阁讲几句话尔，安尼较无彩啦吼，敢是？感谢主，耶和华祝福满满，主用恩典做我年冬的面柔，我所行过的路站，拢有上帝的祝福，吼，互我的服侍会当到真定70岁。常常有人真好奇咧问我，阮就长老你到底几岁？啊，你知影讲年龄对妇女来讲是一种啥秘密嘛？啊，常常安尼问，吼，啊，我拢阿讲戴着一个神秘面纱，不知道。但是呢，今日牧师请我伫遮讲，他已经公开啊嘛，吼，哎，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毋是秘密。诗篇90篇第10节安尼讲，人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臃肿通到80，这是煞接我要回应上帝稳定的目标。希望离变老的路上，互家己阁会当变较好，阁较有价值。啊，我今仔日的声音安尼吼，嘛是年岁的加添吼。我家己咧自嘲讲，啊，我第一任的圣歌队的队长，迄阵声音偌美丽，啊，是今仔日吼烧声啦吼，嘿。诗篇90篇12节，安尼讲，求你教示我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通得到智慧的心。当我写了长老的这部。心情有灵奇盖满的轻松，嘛有责任的讨棒。对民国75年左右，我就对我的大家杨素云长老，甲我的先生洪祖平执事来富强教会聚会。迄个时阵少年，啊，我遵守上帝圣经的教示。我守安息日，我真少礼拜无来教会，5期钟头算袂了啦吼。这就是我有掠这做要紧。我伫77年就开始伫教会参与服侍的事工，我顺服主的带领，我对妇女团契的干部。教会长、圣歌队的队长、主日学的老师、教校长、执事、长老、小组长、区长、中建委员，我这个事我拢想讲是上帝伊会竞选，伊会命定，所以我从来毋捌提示，每一个职分我拢守家己的本分。专心专意伫咧服侍，感谢上帝，互我因为结婚对一个外邦的妇女，互主竞选成做伊的宝贝查某囝。我就委身伫富强教会，
牧养栽培到参与教会事工，诚做核心的同工，一路上拢有主的祝福。虽然生命的历程嘛有经过苦难，但是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信仰的路程有主的同在，嘛有前辈的看教，特别是我的大家杨素云长老，甲魏鹏长老的妈妈吴清美长老。伫因的身上看起敬虔、谦卑、甲顺服的态度，是一种学习，嘛是一种传承。也阁有一路上三角咧同工，三角夫妻的好姊妹，诚做成就圣工真要紧的谈判。对第一代富强教会的前辈、信仰前辈，交棒互阮就是第二代。阮即个第二代甲夏牧师同工，我还阁足清楚。迄个时阵，我的婆婆是担任第二长老。迄个时阵咱无牧师，要聘请夏牧师来。伊迄阵是伫七米咧牧会。所以教会有几对即个家庭烧招坐小火轮机去到七米，这是我第一届去七米印象真深的经历。迄个时阵夏牧师33岁，咱在座偌济人是33岁以上。牧师遮少年，伊就来伫咱教会咧服侍。所以伊来到咱富强教会，迄阵是旧堂。伊安那行入来迄个门，迄个咱迄个围墙，到即马我还阁历历在目啊。他的那个身影所以第二代就是阮和牧师即个无形中嘛是透露牧师的年龄，但是伊是较少年呐减几岁。好，第一代交接互第二代，即马伫阮即个第二代交接互第三代，搁来第四代，咱的青少年，一代续接一代，这就是教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就是咱现今的青少年爱来承接的。现在青少年会惊吓。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安尼讲：你无得惊吓，因为我甲你三角地带；无得论呢，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要帮助你，我的确用公义的正手扶持你。42章第1节，看我的奴仆，我所扶持的，我所竞选的。我的心所欢喜的往事只能回味。那个秋萍，我有给他任务。要唱了吗 ？OK。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好，哇，谢谢。甲伊拍风啊去。即个咱大家拢总好唱若是即个年岁好。因为我唱袂起哩，所以我就保留啦请伊唱。往事只能回味，岁月不能重来。时间在走，年龄在变。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曾经的青春岁月历历在目。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蓦然回首，已是暮年了。
伫我生命的历程所经历的一切，拢要成做我生活的养分。伫服侍的过程，求主赦免我，若是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所在，请来赦免我。佮感谢大家对满足的包容。诗篇16篇11节安尼讲：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服侍没有终点，只有继续的往前。伫教会的需要的顶面，看起家己的责任。多谢大家，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灵命兴盛，平安喜乐，要荷花祝福满满。多谢。歹势时间有小可耽误啦吼，翁望讲咱无影响咱食饭的时间，咱等下啉咖啡的时间吼，所以小等下咱来请咱的志强长老来主持奉献了后，咱报告来甲省略吼，但是咱还有一项爱颁奖，了就结束吼，多谢。请咱做伙来奉献。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来看这个月的金句，请咱家己看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咱详细来看。咱的报告记载伫周报真详细，请咱家己来看。以上报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歹势时间有较长吼，我来做一个颁奖，咱就要来做结束。咱伫这边参加公报社举办的这个手道心抄写活动，咱有35位吼。咱看这个名单吼，名单有35位，这是要请所有今日第一场礼拜有写诗篇3本，请来头前好无？特别咱有4位得奖的吼，我来念名单，就是林玉群，搁有咱的这个戴美娟老师哈。过来就是这个高文珍姊妹，吼，咱谢牧师，搁有咱这
有写的，拢来头前好无？牧师要颁这个奖品给你，来，快紧来，动作快，有名单都来啊！3年执事代表来，请谢牧师来帮忙啊！咱请咱的第2长老吼，志刚长老代表来领团体奖，来领团体奖。好啊，牧师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就通结束吼。咱小等的吼，有一个有咱的生日庆祝啦吼，咱来再来结束转去吼。咱有一位新朋友叫做许国林弟兄，许国林弟兄来这边，我们欢迎你。首先吼，新年有足侪消息报告，请咱详细看周报。真歹势，吼，志堂长老无一个报告啦吼。不过有2项补充，第一就是讲，咱新的一年，咱有这个定期的月定奉献、10米奉献，咱请用这款这个牛皮纸袋来做奉献吼。一年咱用1份哦，唔是逐个礼拜哦吼。这份请咱来看你的盒仔内底有放这无，若无甲咱的干事讲吼。第2吼。周报内底无报新的欢喜的消息，咱恭喜恭喜咱的这个西安小组长甲正义小组长，伊的查某囝玉婷竞赛曾君麟伫12月31年底上帝赏赐一个查甫婴仔叫做曾佑熙，咱的西安乡甲正义节来恭喜一下好啊。真奇妙吼，出世2天就2岁啊，安怎？那咱台湾岁啊，台湾岁就2岁安尼吼。好歹势咱小等下庆生了才转去哦吼。歹势耽误咱真侪时间来。请咱请去吟上演的诗歌，吟诗完咱请牧师来祝贺。先看对来，做来。主切牵我，主切牵我，耶稣求你切牵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求你引带我，充满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先心求你。我要出去，放出生命打出去。大家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夫妻引带，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默祷，献我哋唱祝。
感谢主哈，遐日子话大家真吞润啦，时间较长，总是咱要为着1月份的上车来唱生日快乐歌，唱歌煞车出王春有听来分蜡烛来。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来，春有兄代表来分蜡烛来，谢字哦。来，拍拍鼓励，咱来祈祷，来祝福就来结束。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是阮祝福，伫阮所有这受车1月份是新年的开始，求你互因对年头到年尾享受恩典满满，祝福满满。也愿你祝福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过来一礼拜，上帝你的保护看顾，因带拢得到固守，特别有听见寒流要来，求你保守阮大家心身肉体拢有平安加健康，互阮出入拢有你的固守。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大家祝福，愿主祝福你，多谢。